會後，葉劉淑儀表示，同商會討論咗有關土地政策、一國兩制同埋貿易發展等唔同嘅範疇。對於獲得足夠提名入閘，佢表示有信心。講到話過去嘅交情、理念方面呢，我覺得我同中商會嘅朋友呢其實係對嘴型同埋長時期交往係有感情嘅。但當然最終我尊重佢哋嘅決定。而林鄭月娥早上見過運輸及航運界，佢相信同經濟有關嘅行業都會認為政府要扮演一個主動促成經濟發展嘅角色。差唔多每一次去到一啲同經濟有關嘅界別裏邊咧，都係得到同一個訊息，就係大家其實對於香港嘅經濟前景咧係有信心嘅，因為香港有好多傳統嘅優勢啦，亦都會係受惠於我哋國家嘅深化改革開放。但係咧係需要做嘢啦。對於梁國雄有意參選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會尊重佢嘅決定。而問到商會會否捆綁式投票，身兼商會榮譽會長嘅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表示唔同意用捆綁呢一個字眼嚟形容佢哋嘅投票意向，認為選委會會理智思考，作出明智嘅選擇。中華出入口商會一共有67名選委，商會表示佢哋目前未有最終嘅決定，會喺會見4名候選人之後開會再作商討。主持網新聞記者郭志晴報道。